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看一同领导7分钟，7分钟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放假的时间，每个人都很喜欢放假，但是放假之后又会让人觉得太过懒散，我们也需要工作，所以工作跟放假需要一个平衡。我们在上一集提到，上帝创造天地，他每一样的事情，他看着是好的。好，除了有美善的意思，还有平衡的意思。所以我们需要有工作的时间，也需要有休息的时间，需要有动的时间，也要有安静的时刻。圣经里面特别提到，上帝创造天地，用6天的时间造一切的万物，第7天是他的安息日。所以休息，这是上帝眼中看为美好的事。上帝在第7天安息，并不是代表他没有工作，而是他看着他所做的一切，他欣赏他所做的工。然而上帝给人有这样的使命，就是让人可以来修理跟看守他所造的园子。所以人在第1天的开始的时候是他的休息日，到后面的时候有6天的时间是他的工作的时间。所以上帝让人有平衡，6天的工作，第7天有休息。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，要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把工作看为美好，也把休息看为美好。很多人在休息的时候一直想到工作，或是在工作的时候又很想休息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好的平衡。所以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在1个礼拜的当中，有1天是休息的时间，另外6天应当殷勤跟努力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在工作当中能够享受工作之后的成果，在休息之后能够恢复体力之后，再回到工作上面去尽心的努力。上帝把亚当放在园子里面，让他可以修理看守。所以上帝透过工作让人有成就感，上帝也透过休息让人可以得到恢复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也能够有休息的时刻，在休息的时刻恢复之后，使我们重新恢复体力，恢复精神，然后继续的在工作上面能够尽心跟努力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活是平衡的。休息过多变成懒散，但是工作太多让人太累，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身心的平衡跟休息。所以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珍惜休息的时刻，也珍惜工作的时候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特别在疫情的当中，我们需要求上帝给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来休息，要怎么样来工作，让休息可以成为圣日，可以成为一个神圣的时候，让工作也可以成为尽心尽力的时候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愿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工作与休息中得到平衡，让我们所做的工作能够尽心尽力，让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恢复体力，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。施恩看顾我们，也祝福我们在疫情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工作、生活、家庭一切蒙恩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